再来看国际油价哦，涨势起超过3%，咱国内民众嘛正关心讲10月份的电价敢会起价呢？台电是表示讲哦，会继续来观察国际油价，提出因为的成本来报告，交予审议委员会做讨论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是呼吁讲，电价审议委员得爱考虑民生的安定上重要。国内10月开始的电价会伫9月电价审议会内面定案，因为电价若起，有可能带动其他物价嘛起哩，加深人民生活负担。今日起，行政院长杜英泰13参加活动，嘛向电价审议委员会来发话。如果没有很特别的重大的需要的话，我是认为电价审议委员会当然也会跟我们一样，以民生安定稳定为重要的需求跟考量，所以这一点，我想大家也不必过于太大的焦虑。目前台电营运成本除了爱面对行政院拨补1000亿的预算，敢唔到位，就连燃料成本最近嘛有起嚟的趋势。观察国际油价已经伫拜一大起超过3%，布兰特原油每一桶来到82.3美金，起伏是3.3%。西德州原油每一桶超过80美金，加上伊朗抢讲要报复以色列，拢互中东原油的供应价小米来恐惊会大幅变动，因为台电大多数拢挖靠进口的国际燃料，未来唔但营运成本恐惊会增加，敢会停起10月电价嘛牵动台电今年营收的状况。我们的成本估算里面本来就是有所谓的各个燃料的估算，那它会考虑到最新的燃料的变动，去估算它有可能的这个所谓的它的燃料的平均的购价的值是多少，然后跟委员来报告。我认为应该要符合使用者付费的精神。你现在使用的是这个燃气发电，如果国际化石燃料的价格出现波动的时候，对台电而言，那它的营运成本当然就会上升。或者呼吁讲，电力计上嘛是要靠回归使用者纳钱的概念，不是干那靠行政院来拨补。建议政府和台电爱定思考能源政策，敢要来调整，再当互台电避免因为国际燃料价格的波动，造成营运成本起嚟而且亏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